烈的曲目后，接着让我们欣赏一首充满高低起伏、令人意想不到的曲目。Henry Echoes G 小调小提琴奏鸣曲，此曲从柔和、活泼、生动，最后在气息宽阔、气势恢宏的旋律中结束全曲。让我们欢迎雪晴蓉、陈淑妍所带来的精彩演出。